微信朋友圈哦，分享的文章要传到电子邮件信箱，按下去，按右上角3个点，再来选左下第2行，在浏览器中开启，上面3个点，有看到电子邮件信箱符号 M， 电子信箱和符号 M， 要给他电子邮件信箱地址，按右上角。这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哦，我们是说那个来源呢，那到电子邮件信箱去检查。